一位来自雪域高原的精神导师，清净无染的内心深厚宽广，令人止不住地靠近追随。他承继了莲师的宏深悲愿，绍续佛法，积浊扬清，以一己之力拯救佛教衰颓之势。他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阂，将佛法传扬到世界各地，无数人通过他走向了心灵的觉醒。他就是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。早在2500多年前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文殊根本序中对法王如意宝做过授记，名为阿字大德者，受持佛陀之正法，聚会功德诸尊敬，受记获证正等觉，将悟我知诸菩提。伴随种种瑞相，法王如意宝在1933年藏历1月初3，降生于一片依山傍水的开阔地带，即现今青海境内的法缘圣地多科姊妹区列。襁褓中的婴儿日渐长大，6岁时因承起文殊师字后得加持相，不经学习就掌握了文字读写，通达了显密经论的大致教义。秉承宿世的愿力，常常在玩耍嬉戏间轻易地取出伏藏品。14岁时，义无反顾地舍俗出家。15岁时，义无以言表的猛烈信心，承起全知麦彭仁波切，升起大圆满的殊胜觉悟。18岁时，在石渠江马佛学院，依止托嘎如意宝为根本上师。此后的6年间，夜以继日地闻受浩瀚经典，通达了如海教理，自此开启了此生广大甚深的佛行事业。1980年，法王如意宝正式创建了佛教高等学府——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。